再来看台中市政府khai闸包仔甲馒头的店，结果伫咧中区的建国路有一间业者，伊卖即个乌糖馒头，煞互人去验到人工的甜味剂。这业者讲是因为最近这糖的成本实在伤过悬，才会伫朋友的建议之下滥加甜味剂。即马是按处已经加罚3万块。 烧乎乎的馒头吹出来，这间伫咧台中火车头附近，已经有45年历史的馒头店，主打用料实在，价小亲民，吸引真侪顾客上门。但是即马却传出违法加添人工甜味剂。我唔知啊，我是汉子来啊，我3个月才来一遍啊。 台中市市安处日前稽查12间中式炊煮食品业者，抽验24件食品，结果中区建国路这间知名馒头店一款乌糖馒头，却检出人工甜味剂，消费者表示不知情。业者承认讲，因为这几年糖的价小一直起，接受制作咸酸甜的朋友建议加添。朋友介绍，说甜味剂啊，在他们的蜜饯当中，是可以添加的，还有一些健康食品都可以添加的。那我们不知道说，在我们炊事食品里面不可以添加。 所以说，当时是我们根本就是不了解的状况之下犯了这个错误。业者辩讲，唔知影袂当加添伫咧炊事食品，只做一批100粒的乌糖馒头，卖出去一半左右，其他拢已经消费，愿意接受消费者退钱。市安处是强调，人工甜味剂会使少量添加伫咧咸酸甜类，但是袂当用伫咧中式炊煮类的产品，会开罚3万块。其中一件黑糖馒头检出甜味剂不符规定。 以治安法裁处3万元，并立即要求业者将问题产品下架销毁。人工合成的甜味剂呢，它在加热的过程当中，它可能会有一些结构不稳定，像包括肾脏或者是一些代谢的器官。 若长期摄取的话，可能就会有一些慢性毒性的发生。道理专家是表示，人工甜味剂拄着烧，结果会袂稳，长期摄取恐惊会发生慢性毒性的状况。业者讲袂搁再使用，但是经营3代的商议，加减已经受到影响。记者台中报道。